我们应该是谢谢你，因为我们是这样，我们是好习惯，做好研究。在神的爱里面，我们要宣告；在神的爱里面，我们要宣告；在最高阶段，让神的爱里我们的圣。
来，12都是阿波罗蜜达，你们大这个民众站立聚会开始，我们来唱这一首二为一。我们先用国语唱2遍，再唱母语的2遍，各2遍啊。爱
光，谢谢主，你保守平安，在这周天的带领，这些都是主你的恩典。沿着主你的爱，我们不单单用欢喜的心来祭在主你殿中的敬拜，为的是要更多的思想和反省我们面对基督的信仰。恳求主接近我们的心灵，领受主你圣灵里的教导的智慧，让我们的所领受的信息成为我们今天信仰上的帮助和力量。我们知道，我们相信你是我们生命的主，求主开我们的心，无论大事小事都能看见主的恩典。谢谢主，求主今天赐福来领受分享信息的周老师，我们的师母，以及在座的弟兄姐妹，在你的恩典里，有你的光照亮我们平安的道路。认识你的人都领受各样的好处，并在各样的挑战里面得胜有余。求主帮助我们运用的智慧，按着你的话语，谦和的带出真理，使听的人能够鼓励、安慰，并把你赐给我们的福分以和睦带到我们的家人当中。谢谢主，求主在今天早上，主你的灵就在我们当中。从聚会开始到结束，都主你的同在。谢谢主，马上祷告，那是奉靠我主耶稣的圣名求。我们来念《使徒信经》，我们用华语来念。我信上帝，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相信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独生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彼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母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OK， 兄弟妹，请坐，好了。翻开我们手边的周报，报告下一周主日的事工程序。下一周6月7号，有2堂，阿美跟华语堂。那讲到的是我们牧师，华主牧师。那施礼者母语陈春明，华语修行执事，施建新郎委员，招待黄星光、美芝和美芝。敬拜赞美第4组，兴旺爱组，诗琴，陈明珍、嘉欣，国语，依婷及玉轩。一共部分刘新义弟兄，苏伟义弟兄。那下一周是周长老吴秀香长老。再来，我们看那个儿组的部分。下一周儿组带领的儿组部分有嘉欣老师来。对团契的聚会松联团契探访关怀主日会后，会长再来宣传聚会内容。在护理的部分，下一周6月6号晚上8点。联合诗班的练唱，就是要6月14号，会12号，由师母来带领。联礼的部分，6月6号，礼拜6晚上7点半，主理由陈凯若，演唱游牧生。聚会的内容，你的神多伟大。
家庭礼拜的部分呢，为了因应这一阵子还在一个疫情的当中，所以说我们的家庭礼拜也暂停到这个月份月底，下个月份开始就恢复到正常的一个家庭聚会。家庭聚会，欢迎主动告知行政办公室啊，如果说弟兄姐妹需要说这个月份到弟兄姐妹的府上进行家庭聚会的话，告知但是修上长老。礼拜五的部分，祈祷会是我们的刘阿春牧师来主理，领唱请嘉玲姐妹来。右手边我们的奉献报告，上周的主日奉献全部含11奉献，感恩奉献、建筑奉献，合计是22361元。再来背面我们那个教会的消息，看一下。欢迎弟兄姐妹参与敬拜，更欢迎第一次来参与樟树教会聚会。在座的弟兄，我们新的欢迎。然后，达到我们的李牧师领导的参与这个机会，感谢神，愿神拿来给他帮，愿神祝福。有人没说。哪不？第一点，本周读经进度，马可福音13章到14章，弟兄姐妹到召开处所请鼓励弟兄姐妹，特别读经运动，说好话，读好话，做好话，这个不杀。在今天早上，感谢高老师，你们知道吗？上次我们母语的那个怎么你让，玩不好，去老哇，然后可能都忘记了。感谢神今天再次来到长春教会的分享。那各位弟兄姐妹还记不记得？上一次来，我们老师来分享的主题是什么？然后1，为下一代超前部署，没有忘记了哈。今天我想说，今天特别精彩，分享夫妻之间的那个因着神的那个圣经的教导来分享。今天特别精彩，谢谢。这个多了，我们的牧师今天前往名山教会举行圣餐典礼，弟兄姊妹为牧者进服侍，都顺利带祷。下一周为长子会请弟兄同工郭成出席。在今天主日会后，请弟兄姐妹留步。我们来练唱那个6月14号联谊会联的4班献诗的诗歌哈，希望各位弟兄姊妹们到聚会结束了，暂时让他们练诗歌。在因应武汉肺炎相关的措施如下虽然那个我们的疫情有点缓和，但是我们是比较清心还是要注意。所以说我到教会还是佩戴口罩，务必全程遵守交易1.5公尺以上的距离。入口处我们有准备那个酒精，上面2个恒温的哈。还有就是还勤洗手，保持清洁。若有状况，请到家中休息，到医院检查。以下的部分我不再一一的分辨。再来就是肢体的交集部分，可能为了年长者、肢体软弱者、
为遇见困境患难的家庭、贫民代祷，求主坚固信心，力量胜过难处，来不义的黎明，来念多罗弥达，大家的班拿药弥达。好，来最后一个，本周的经节来念哈。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创世纪2章24节，再来一遍。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两人成为一体。创世纪2章24节上。好，我们再翻开我们的圣经。今天我们所要领受的章节有2个章节，第一个章节是在旧约圣经的创世纪第2章24节，再一个就是新约圣经新约福音约翰福音第10章第10节。创世纪第2章第24节里面说，我们一起念啊，来。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第2个章节在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第10章第10节。好，我们一起同声来念，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更丰盛。什么还没生？我用母语来念一遍好了。Sakasai Ashben kita ini di lapangan pusat Jepang, pusat Sabah di Sepat Kusir, sebentuk. Hai, kunini ku saka hiasan no tambau ku wama aku ina ingraa malasai aku pakai ingraa ku malah saya itu kukiran ini saai pusat seperti kita ini kalau hai kata berikan hadir kita mudah Jepang mudah hai aspin kita hai saka ini no ni lakawai itu dan mami lakau mami kata itu sendiri Kawira, saka taini aku i, saka kulit no siri atau saka lepas no kulit merah jauh. Imas, bahkan kita akan minta Pak Naya Shinshi, Pak 老师开始，没错，在这个分享。夫妻如何面对我们自己沟通，按着圣经的教导，来打开我们的耳朵，开我们的心，好好有笔记本的尽量把它记下来哦，要回去忘记。好，来，以下时间我们就请高老师。好，大家平安。感谢长老哦，还记得我上1个月之后再来，还可以记得我的主题哈，是为下一代超前部署哈。好，那是讲亲子之间的沟通。晓得你上一次我们分享亲子沟通之后，
道大家跟孩子的相处有没有进步一点？有啊。那个，因为我会去我们乡下的国中去当志工，去带得胜者课程，然后上完了之后，那个小孩子啊，学国中生就国一的学生就问我说：“老师，那有没有我爸爸可以上的，我爸爸妈妈可以上的得胜者课程？”这样，那你听得懂那个意思吗？听得懂吗？他说有没有我爸爸妈妈可以上的得胜者的课程？这样，意思就是这个孩子呢，他想改变，但是回到家里的时候，可能爸爸妈妈的态度让他觉得好像他似乎又没有办法这样啊。那但是我就跟他讲，我就说，因为你的爸爸妈妈以前你这个年龄他没有上过得胜者的课，所以呢，你不能怪你的爸爸妈妈。就从你开始来改变，然后你的爸爸妈妈就会改变，他就没话讲了啊。那今天呢，我们上次是亲子沟通，今天我们要讲的是夫妻的沟通，夫妻的沟通。其实今天要讲的这个沟通呢，其实不是只有夫妻之间，其实人际关系，人跟人之间也是非常的重要，也是非常的重要。我们知道说现在这个疫情已经慢慢的缓和。那我最近呢听了一个很棒的见证有一个妇女啊，年轻的妇女，她说今年的母亲节我非常非常的感谢主，因为她的妈妈呢爸爸也很早过世了她说她的妈妈呢很喜欢去那个跟人家打麻将，或者是去赌场。所以他很少看到他妈妈，所以更不可能去教会嘛。但是因为疫情，赌场都关门了，所以他就说我的妈妈呢每天都在家，我都看得到她了。所以今年的母亲节，我的妈妈有跟我到教会，然后呢我也献花，孩子要献花给妈妈的时候，他说我也献花。当我看到妈妈可以抱着我那一束鲜花的时候，我心里多么的感谢神。虽然是疫情让我们很紧张、很害怕、恐惧，但是呢，神也透过这个方式呢，恢复他们的家，得着他妈妈的心。所以妈妈现在呢，她说都跟我一起去教会了。所以这也是感谢主，对不对？神都有他自己的心意。好，所以呢，今天我们要讲这个夫妻关系我一直在想说我要用什么。我其实平常去做讲座，我就都是夫妻成长课程沟通，或是夫妻成长课程什么什么这样。但是我觉得好像星期日直接写这样主题有点怪怪的，所以呢，我就一直想到底用什么会比较好。好，来想一想之后，用这个两人三角，两人三角。不晓得有没有玩过这个游戏，或是参加过体育竞赛？两人三角有吗？国小国中好像那个，我看那个我女儿他们教会，他们每一年还是有运动会这个两人三角就是我们要把这个两个人本来有4个角，对不对？其中一个角呢跟对方的脚要绑在一起，所以我们变成3只脚那你如果曾经参加过这个比赛，那你知道用什么样的方式我可以很稳的跑得很快，然后又不会跌倒？有没有很好的方法？你们有没有什么很好的方法？很多时候是特别是接力赛的时候，别人给我们的时候另外一组给我们的时候，我马上就跑了，你一定马上跌倒因为大家都想跑快，我跟他我们2个人左脚右脚不知道，对不对？一定是怎么样？先在原地事先讲好1的时候是我们的外脚，
或者是一是两个人一起，一定要一起呀、所以一定是怎么样？你们两个一定要先沟通好，先在原地，对不对？然后呢，就一二一二一的时候，故意就大声一点，一就是我们两个人脚要向前，一定要一起哦，不然你一定会跌倒，对不对？一定是一二一二一二，两个人就这样就向前了。好，你一定会在那边先原地调好你的脚步，然后再向前这样。那在跑的过程当中，如果这两个不同心，这个男生先生跑的，这个男生跑得很快，说快点快点快点，可是另外一半跟不上啊，他就脚就没有那么快嘛。可是你很紧张的，你想快，你们一定也会跌倒所以我们刚刚唱的那一首歌合一的心，合一，对不对？合而为一就是不管是在家庭夫妻的相处，或者我跟人际关系或者我们在教会我们在教会，我们人跟人的相处，这个两人三角，这个你要去想一下，怎么样我们才会走得快，然后呢不会跌倒。其实每个教会有人的地方就会有问题，对不对？但是我们就是尽量，我们努力，我们去学习耶稣，我们就不会跌得那么的惨好，所以呢，今天我要讲的这个夫妻的关系，我们知道台湾的离婚率非常的高我们跟大陆对岸的亚洲我们第一，离婚率我们第一，他就第二，可能有的时候哪一年是他第一，我们第二，就是我们跟大陆亚洲地区我们就一直是第一、第二、第二在那边换我们的离婚率非常的高离婚率非常的高。但是你想一想，我当初我为什么会嫁给他？当初我为什么会娶他？一定是你喜欢他还是他的什么特质吸引我，让我愿意嫁给他，我愿意娶他，对不对？可是为什么结婚了之后，我又觉得不对，我要的不是这样的人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我们就要想一想为什么我的婚姻会这样那我问一下，现在坐在这里的人你觉得我现在我的婚姻，我仍然可以闻得到那个幸福的味道的，请举手。我们原住民就是这样，我们很害羞，其实你要很勇敢，举手就是宣告，对不对？举手就是宣告，我的婚姻还是很幸福的。我先告诉你，我先生过世11年了，但是我现在回忆起来，我还是觉得很幸福。我曾经拥有过这样的婚姻，所以我还是今天如果我也坐在下面，我也一定马上举手。我还是闻得到那个幸福的味道，因为回忆起来还是美好的回忆起来是美好。所以呢，你要去想一想，为什么我的婚姻那个幸福的味道不见了？为什么会不见呢？那我们就要去想想这个两人三角是不是我跑得太快，他跟不上，或者是我们没有讲好，才向前走一步，我们就跌倒了跌倒了，如果还爬得起来的话就很好如果像我这种体重，然后呢的话，可能跌倒了就爬不起来了身体有时候过重的时候会爬不起来。我跌倒了，我爬得起来还好，当然还好我们刚刚唱的那首歌，靠着耶稣得胜我跌倒了，我还是可以爬起来，因为是耶稣把我扶起来好，所以呢，今天我要讲的这个夫妻的那希望就是你就去听你听得懂的部分，如果听不懂，等一下结束之后，你可以再问我一下，我们可以一起学习好其实夫妻会有问题，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没有办法沟通美国呢有一个辅导专家，他就讲了一句话说，没有不良的婚姻，只有不良的沟通
啊，没有不良的婚姻，只有不良的沟通啊，只有不良的沟通。所以我们就要看的这个沟通，好，我曾经去带过那个也是类似你们这样的讲座，我就问他们说什么叫沟通，他就说就是讲话嘛，就是讲话嘛，啊，沟通。但是你看一下底下的那个理性的沟通，这个理性的沟通，讲话只有占7%，很少。你讲出来的话只有7%，啊，然后呢，你的声调，你讲话的大声、小声、高低，占了多少呢？38%，啊，然后肢体，你的身体的动作、行为呢是占55%，也就是说，讲话只有7%。你要跟你的另一半，你要跟别人沟通，这个你讲出来的话只有占7%而已。所以呢，你看一句话哦，今天如果先生去工作回来了，哦，太太其实很爱她的先生，可是她的讲话的声调，同样一句话啊，如果先生今天比较慢一点来，哦。可是太太是很关心先生，然后她讲了一句话说：“你今天怎么那么慢来啊？怎么那么慢回来？跟你今天怎么这么慢回来？你去哪里？”你要表达一样的一件事情，你里面其实你是关心他，你是不是今天在路上塞车了，或者你今天公司可能有一点事情，同样一件你要表达你的心，可是你同样你的声调，你今天怎么那么慢来啊？然后是不是公司有事，或是塞车了？跟你的口气就说，你今天怎么那么慢来？你是不是去了哪里？这个声调很重要，对不对？还有一个是肢体语言，你的身体，我一直记得到现在，我一直记得的一件事情就是我的先生对我的因为我们那个地势那个冰冰的，早上起来，如果冬天的话，早上起来你要去上厕所，那急的时候，有的时候床上就直接下来就到浴室，可是浴室的是地砖冰冰的，地砖很冰嘛，所以呢，我从床上我一下来，然后厕所就在我房间，那个就是也是就是那个厕所就在旁边嘛。然后我一下来，我就很快就去上厕所，很急嘛。结果我先生呢，赶快去拿我床底下的那个内务拖鞋，他就马上起来，然后给我的那一双拖鞋。我到现在很记得，我那时候心里就很感动啊，很感动，就说哇，你担心我的脚冰冰的你怕我感冒，这个就是什么肢体语言。他不用讲一句话，我现在本来就话很少，话很少，所以呢，他不用讲话。可是当他拿这个拖鞋给我穿的时候，我的里面满满是感动。所以这也是沟通啊，这也是沟通，就是他担心我会感冒，因为这个地砖是冰冰的。那他的关怀，他的那种他的对我的关心，我有没有接收到？有嘛，根本就不用。所以有的时候夫妻吵架的时候，那个一方在那边讲，我跟你讲的时候，如果你是聪明的先生或聪明的太太你就会怎么样呢？你根本就不用说，你再讲，我根本就不是这样。你这样，你们两个会越吵越凶。你干脆你是聪明的太太或聪明的先生，另外一个人一直这样的时候，你就不要讲话，你就把他抱起来。抱着他，看他还会不会继续讲话。他绝对是停止了，因为那个时候是零距离嘛，你已经把他抱住了，他已经感受到你的爱，所以不会再吵下去。那我刚结婚的时候，我每次也人都有情绪嘛然后我很生气，我要吵的时候，我的先生就离开了。我有没有对象可以吵？没有啊。他离开了之后，我反而会觉得说，怎么我不无理取闹？这么好的一个人摆在我前面，为什么我一定要这样跟他讲话？就会这样子所以有的时候，你如果他吵了，你也跟着吵；
一定是越吵越烈哈。好，这个是，所以呢，肢体语言很重要。我不会讲话没关系，我就用我的动作，把它抱起来啊，把它抱起来，或者我做什么东西都可以哈，就是这也是沟通的哈。好，所以沟通的模式呢，不是只有说讲话。好，我去那个别的地方就问他，他说沟通就是讲话，你要记得只有占7%而已哈。好，沟通的模式，第一个就是口头的沟通嘛，我用讲的。然后第二个就是行为，就是肢体，我的动作。然后第三个呢是什么呢？话中有话。很多时候我们就是话中有话。我要讲我的老婆的时候，我希望我的老婆呢能够把家里整理干净。有的时候我不敢直接跟我的老婆讲，我就会说，哎，我今天去谁的家哦，哇，他太太把家里布置得很漂亮哎。其实他是想讲他老婆说，你可不可以把家里布置好一点？可是呢，他不敢直接讲老婆，他就讲说，我去谁的家，我看到那个家的那个女主人哦，哇，她家里把整理得很干净，布置得很漂亮。其实这个叫做话中有话，就是其实他希望说，你听到了，你也可能会看一下哦，我们家里是不是也该整理一下这样？可是这个话中有话呢，有的时候也会造成很大的误会。因为你不说，你以为我听得出来你话中的意思，可是有的时候我听不懂啊，我不知道你在讲什么。我讲我自己一个实际的一件事情刚结婚的时候经济不是很好，然后呢，我们住在花莲，在玉省，然后也那时候因为还是爸爸妈妈什么，反正赚的钱都要交给婆婆就是了哈，所以我们身上也没什么钱。结果呢，我的先生就跟我讲说，没有买过保养品嘛，他就说，你生日的时候，生日的前3天哦，他说你的生日快到了，你过生日的时候呢，我会买1组自然美的保养品送你。我听得好高兴，因为我姐姐那时候姐姐在用自然美，所以我什么品牌我都不知道，我只知道自然美，因为我姐姐在用嘛，所以我就说这么好啊，你要买1组给我。他说好，他说对，我会买1组给你。就3天嘛，3天前呢，就他也蛮健忘的哈。等到以前我的生日是刚好国定假日，所以那一天呢放假，我不用去上班，然后我就在期待说他今天会买这个保养品给我，这是我的期待。然后呢，那一天他就骑着摩托车，我们有几对哈，我的婆婆也有去。然后呢，我们就几对这样骑着摩托车，那时候还没车子嘛，然后到花莲市，我就一直在等，我以为他就是要带我去买那个保养品，原来他是去看电脑展，然后一直都没讲，我又没有讲出来，然后我心里就在那边，怎么都不提啊，然后中午呢，我们就在那个花莲市啊，就是有简单的那个。吃简餐哈，他还是没有提。刚好那一家店家刚好放祝你生日快乐，然后就想这下子你应该想到了吧？但是他仍然没有说一句话，也没有动作，然后吃完的时候就说回去了，要回去鲤鱼潭了要回鲤鱼潭了。我心里就很急，回去买那个保养品的就在花莲市就在花莲市，你不买就这样走了。结果我就故意了，我就在他的面前，因为另外一个老师是另外一个玉省的老师是我娘家那边的人，也是我的亲戚，我就故意在我先生的面前跟那个人讲说，你可不可以借我一下，借2000块一下这样？他说你要借钱干嘛？我说我要去买保养品啊，我就故意讲很大声，我说我要去买保养品哦。他还是没有想到，我的先生在旁边他还是没有想到，然后他就真的借我2000块，然后我先生用摩托车载我就说我要去哪里，在那个花莲新站附近嘛，我说我要去那边，他说你去那边干嘛？我说我要去买保养品，他真的没有想到，
然后我就去，真的到了那门口之后呢，你以为我会真的会去买吗？我没有买，我才那个时候没钱，怎么舍得买那个保养品哈？然后呢，我走到他的门口了之后，我就跟他讲说啊，没关系了，回去好了。可是我那时候已经满肚子的火了，真的很气了。然后就回到御神之后，晚餐我要煮晚餐的时候，我就煮，因为婆婆在嘛哈，我就快速的煮好就放在桌上，然后我就跟他们讲说吃饭吗？然后他说你怎么不吃？他还是很开心哦，你怎么不吃？我就才生气，满肚子的火，就很生气说，我气饱了。然后他就莫名其妙说，为什么你气饱了？会怎样？我婆婆才想到说。今天是尹娜的生日，他说今天是媳妇的生日啊，这样。然后我现在表弟刚好也在那边，他说对，今天是他的生日，要不要去买蛋糕？那时候已经傍晚了，我们还要再去花莲市一段距离。我就跟他讲说不必了，我说我已经气饱，不必了。我说我等一天的这样。结果后来事后从那个开始，从那一年开始，我的生日他不敢忘记，可是事后呢，我自己回想，然后我就想说，其实那一天他是很快乐他去看电脑展又吃简餐，他根本就不知道。可是我呢，一直在那边生气，所以隔天他就跟我讲，你为什么不说？你为什么不提醒我？你提醒我，我就会带你去吗？我真的忘记了。不过我现在真的蛮健忘的，很多事情有好处也有坏处了例如他只要忘记我生日是坏处嘛，可是呢，很多得罪他的人他很快忘记，这个就好处嘛所以这个我要讲的就是说，这个话中有话。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你应该知道，但是不见得，那是你认为他应该知道，可是不一定他知道。所以我说，经过这件事情，其实最大的最伤者就是我嘛。我里面我一整天都不开心，然后你看一直到现在，我30几年了，我还是记得这件事情所以真的有话就要说出来好，这是话中有话我们不要以为说别人都知道。好，那我们看一下圣经里面他对这个婚姻圣经是怎么说的呢？我们从创世纪这个家庭的开始，其实是从创世纪不好意思我以前那个喉咙结节有开过刀，所以它干的时候创世纪里面，神创造这个天地。它一切都是从美好开始我们知道他造光、造空气、水造了这一切，他都说什么？这一切都是什么？美好的。神创造，他说都是美好的。然后呢，他创造了，到最后的时候，他按着他的形象、他的样式造了亚当。也就是说，他造的每一个东西，每一个事物，他把最好的就是最好的，就是放到最后一个，也是按着他的样式、形象来造了这个亚当然后他造好这一切呢，他就说什么呢？他说他看到这一切，他造的都是甚好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甚好的，因为我们是神创造的，所以他创造他最好的就是放在我们人类的身上，我们的身上，所以我们神的创造是最美好的，所以一切也都是从最美好开始。然后呢，再来，接下来都在创世纪里面他说，除了我造你们是甚好的，造你们是甚好，我还要让你们好，还要更好。所以呢，他就想到说，亚当独居不好，所以呢，他就造了谁呢？夏娃来帮助他，陪伴他。所以就从这个开始，神设立了婚姻设立了婚姻。然后呢，我们刚读到的那一段经文说，人要离开父母，以妻子2
不是说我结婚了之后我就离开爸爸妈妈了，我都不管爸爸妈妈，不是，而是说这个你们要结婚了，你们的经济你不能再依赖爸爸妈妈。有很多的现在宅男宅女，对不对？都是结婚了之后还是跟爸爸妈妈要钱，这个就不对了，不是，这不是神的心意。你们就怎么样？你的心灵要独立了，你不能再依赖你的爸爸妈妈啊，然后你的金钱也不能再依赖爸爸妈妈，而是你们两个人自己成为一体，你们自己要去成立一个家庭。但是这里不是说啊要离开我就那就不管你，不是啊。后面有一段经文说孝敬父母，使你在世得福，对不对啊？也就是说，你结婚了之后，我们对我们的爸爸妈妈，我们还是要尽责任去照顾他们。只是我的心理跟我的经济方面，我要离开父母是，我长大了，我自己要成立一个家啊。好，那这里呢讲到的就是说，人要离开父母啊，与妻子二人成为一体，就是你们真的是成为一体。所以在婚姻上有很多界限啊，很多界限。如果这个孩子结婚了，爸爸妈妈真的介入的太多的话，其实这个婚姻也会有问题，也会有问题。爸爸妈妈还介入孩子的婚姻的话，这个婚姻也会有问题。那有关婚姻的界限，今天我不讲这些，因为婚姻的界限可能又是另外一个议题，又要讲很久了哈。所以也就是说，让这个孩子他们自己呢，就是努力为他们的这个家庭，然后让神来带领他们啊。好，再来啊，那这么美好，神创造一切的美好，也设立了婚姻了啊。那为什么最后这个亚当夏娃会被赶出这个伊甸园呢？因为他们不顺服，对不对？啊，因为神对他们说，伊甸园里面所有的果实你们都可以吃，唯一有一棵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们不能吃。好，这个等一下我会特别在后面讲哈。可是呢，这个夏娃她吃了，当她吃了之后呢，有什么改变呢？她的眼睛就亮了之后，她就看到说，哦，原来我们没有穿衣服啊。她原本来就没有穿衣服，可是当她还没有吃分别善恶树果子的时候，她根本就看不到，也不觉得不穿衣服是羞耻的。好，然后那因为这样，然后亚当也跟着夏娃，对不对？他们就被逐出了这个伊甸园。好，但是上帝还是很爱我们，所以呢，他就用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救赎我们。所以呢，因为上帝爱我们，又有了生命树。这个生命树呢，这两个分别善恶树跟生命树，等一下我会在后面特别讲哈。他为我们预备了这个救赎，所以让我们本来是已经要去过那个不好的生活了，他又给我们机会，因为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为我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然后死了又复活，这样的一个救赎，让我们今天还可以成为神的儿女，还可以领受那份爱啊。所以呢，这个是神特别爱我们的哈。所以我们今天我们才可以坐在这里，然后因着基督，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啊。所以呢，耶稣他就是要我们说啊，耶稣他就是爱。我爱你们，你们要学习，你们要模仿，要仿效我的爱，我爱你们，你们也要领受这个爱，然后再去彼此相爱。好，这个是圣经里面是这样讲的。好，所以呢，我们中心的圣经中的这个婚姻观呢，最中心的一个思想就是神就是爱。你只要知道，神就是爱。神就是爱，所以他要我们呢也活出这个爱，所以他特别呢在那个以弗所书5章25节里面，他就有讲到说，做丈夫的要爱妻子，为妻子舍命，
如同基督为教会舍命。所以他这边呢特别讲到说，耶稣就是我们的良人，他就是我们的新郎。耶稣是我们的新郎，我们呢，他就是丈夫。我们都要未来他再来的那个时候，我们都要成为他的新娘，要嫁给耶稣。所以他用这个比喻呢，他就说，丈夫在婚姻当中，你是头，你要首先示范这个爱。你要爱你的妻子，然后为妻子舍命。这个就是神，他就是爱。我们就是要学习神的爱。如果在你的婚姻、你夫妻、你在你的家庭、夫妻的关系当中，如果你想到说，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你如果会问说这件事情，耶稣会怎么看？耶稣会说什么？如果你常常会去这样问的话，你就不会用你自己的方法来处理你的事情。好，接下来我们看这个他就是说，其实耶稣他真的是希望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每一个家庭都能够成为一个什么呢？充满爱的家庭。充满爱的家庭，从耶稣那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的这个生命的活水，能够进到我们每一个家庭，让我们的婚姻是充满神的祝福跟恩典。好，接下来呢，我就讲这个分别善恶树跟生命树这两棵树有什么不一样？你有没有问过说，为什么神不让我们吃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吃了，有的人会说，我跟你讲，不是基督徒的人，他可能就讲说，我跟你讲，上帝就是不要让你像他一样会分别善恶。分别善恶不是很好吗？我可以分辨善恶，不是很好吗？为什么我不能吃这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有很多的说法，对不对？那今天我要告诉你的是，其实很多的我们人跟人之间的相处会出问题，我们人际关系出问题，我夫妻关系出问题，我亲子关系出问题。其实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活在这个分别善恶树的世界里面。怎么说呢？因为分别善恶树，你就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然后你就知道怎么样的标准。然后呢，你就觉得说我可以自己变成你会自我，我要决定我自己要做的是什么，因为我知道这是好的，这是不好的。那请问一下，每一个人的对这个善跟恶，每个人的标准是不是不一样？每个人的标准都不一样。所以我今天我来要求我的先生的时候，我会怎么样？我就会觉得你怎么这样啊？事情不是这样，你怎么会这样呢？我就活在这个分别善恶的这个分别善恶树的世界里面，就是什么呢？比较。我就会去比较。我还在读师专，18岁的时候，我的妈妈就过世了。所以呢，大概过1年吧，我爸爸又再娶。我妈妈以前带我们的时候，我妈妈真的是非常爱主的姐妹。我今天我会一直跟着就没有离开过神，其实都是从妈妈身上学习的。所以我们的家里爸爸妈妈要吵架，很少在我们面前吵，妈妈会把他拉到房间里面吵。所以那个时候我们的家庭是真的很和谐。可是妈妈过世了之后呢，爸爸有后母进来，对不对？后母进来呢，这个后母呢很会喝酒，所以爸爸个性再好，那他天天喝酒在那边吵啊。你可以看到那个人拿东西去丢那个木门，门就破一个洞，就是那样的。那我们原本是这样的家庭，现在要面对的是这样吵闹闹的家庭，我们会适应吗？根本就不适应。所以我读师专的时候，变成慢慢的，我不想回家，我宁愿来台北去姐姐家，不要回家。
毕业了之后，师专毕业了之后呢，然后我就想，我好想逃离这个家，所以我就当老师1年，毕业1年之后我就结婚了。其实我也知道，我还有很多弟弟妹妹要需要我去供他们读书啊，可是我就不想在这个家。于是呢，当有人追求的时候，就会那个充满那个，他是牧师的儿子刚好他爸爸在我们教会牧会他是牧师的儿子我对牧师的家庭呢，就充满了好多好多，好像都是很好的，所以呢，很快的我就结婚了。结果结婚了之后，才发现到就是说，原来牧师的家庭也不是像我想象中的这么好，就是我带着一个期待，说牧师的家庭绝对不会像我现在家庭一样，然后我就嫁过去了。结果结婚了之后，原来牧师的家庭有另外的议题，有另外的问题啊，他们可能也会这样，那正常，因为牧师也是人嘛，也有软弱的地方。原来他们家庭是这样，然后开始心里就想说，那我为什么会嫁到这里呢？幸好是老公人很好，老公人好。中间我也曾经提过啊，因为受不了了，我也曾经提过说，我想离婚，我也提过啊，我想离婚的时候，我又写信，我说我受不了这种家庭了，我说我要离婚。结果我先生一样。他每天那时候我在那个秀林乡的崇光分校教书，他一样每一天送我去上班，我不会开车也不会骑摩托车，那个时候一样他是每天送我去，下班他回来接我然后我有一次呢就写一封信说，我受不了这种家庭，我要离婚了，然后什么什么这样结果呢，他回我的一封信，我要下车，他就说他就把那封信给我，他写给我的一封信。结果我里面看了，他说，如果我们真的走不下去，你觉得在我们的家庭很痛苦的话，我一定会把大女儿，我那时候只有一个女儿他就说我一定会把以琳给你，因为我知道以琳是你的全部。当我看到这个的时候，我的心里就想说，这么好的一个人，我为什么要跟他讲离婚这件事情？今天我有一点的不舒服，是因为你们家里人对的错待我嘛，可是你并没有啊，你人很好啊，所以就在学校的时候，我就是看他写的那封信之后，我就决定怎么样，不要离开他了，就赖着他了这样那其他的就求神来保守我这样那这个就是什么呢？我就是在这个分别善恶树的这个世界里面，我带着一个期待。嫁到你的家里，嫁给你，来到这里。可是我呢，我就有我的标准你们家呢，你们应该怎样，这是我的期待。所以最后呢，我就很失望这样那我们今天，我们家里为什么会出问题？就是因为我们就是在这个分别善恶树的这个世界里面，我们会去比较。你今天我要求我的孩子，你要这样做。那是你的标准那是你的标准，未必是你孩子的标准，也未必是神的标准，对不对？那是我认为所以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标准所以我们会去比较，谁家那么好，他有好的车子家好几部车，他家好有钱，我做什么？这就是比较。但是神要我们怎么样呢？回到生命树，回到生命树的这个世界呢？生命树的这个世界呢，它就没有比较，完全是以神为主。我的眼光单单定睛在神，因为这个生命树呢，它是这个有生命水从我们的神羔羊的宝座流出来，来滋润这个生命树。让这个生命树，我们活在那里呢，不再是我，而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做什么事情，我都以基督的眼光来看每一件事情，用神的眼光来看每一件事情，你就不会像在这个分别善恶树这个世界呢，
就到处都是去看别人不好的抱怨啊，什么什么什么。好，所以呢，婚姻会出问题，也是因为我们就是在这个分别三个数，所以神要我们，神说我就是爱，所以你要回到生命树这里面。好，昨天呢才听一个老师做见证哈，他们的家庭是非常美满的。从小呢，因为他有一个哥哥，然后这个老师他是妹妹，然后妹妹呢，爸爸妈妈很爱哥哥，可是呢对妹妹就特别疼爱老幺，然后呢这个妹妹又很会撒娇嘛，然后原来哥哥的心里面呢就有一点觉得说，好像爸爸妈妈都偏心，都偏妹妹哈，可是他都没有讲，因为在这个家庭里面是非常和谐的。结果呢，他说哥哥结婚了。结婚了之后呢，没有几年，他说我们跟嫂嫂呢相处的也非常好，只是呢，这个嫂嫂呢，她的家庭，她的原生，她的家庭呢是很乱，不是基督徒，而且又很乱的。因为昨天做见证这老师他已经是第6代的基督徒，所以他们家都是一直是都在教会里面生活的。然后他说他哥哥娶了这个嫂嫂之后呢，他们家好多问题，多到呢每一次这个哥哥回家的时候，就会把他跟他太太的那个不和谐呢带到这个家庭，让这个妈妈呢就受不了，就说为什么我们过去我们家都不会有这些很负面的这些情绪，为什么你娶了这个老婆之后，要把他们家里的问题带到我们家里来，让我们在这里争吵呢？那因为这个老师他也结婚，他离开这个家了。他说我当下听到的时候，我心里也很难过啊。爸爸妈妈为哥哥跟嫂嫂的关系，爸爸妈妈在那边很难过，说我也很难过啊。他说我可以选择直接跟嫂嫂讲说，你可以不要把你们家里的问题带到我们家吗？可是这个老师呢，因为他是一直是在生命树的世界里面，他就传了一封简讯给他的嫂嫂说，他说辛苦你了，这几天的家里的问题，辛苦你了，但是我要感谢你，因为这些事情让我哥哥憋在心里这么多年的感觉的不公平，因为这件事情哥哥对妈妈说了。让妈妈也知道哥哥里面原来有这些许多的不平。他说他这样写，结果嫂嫂就回他说，谢谢你可以接纳我。这个就是在生命树里面，我不选择去骂，而是我去告诉他说谢谢你，我就去找那个唯一我可以找到的优点。就说就跟他讲说，因为你跟我哥哥的这件事情。让哥哥把多年来埋在里面的话说出来。也就是说，这个老师他的见证就是说，他选择是用神的眼光来看，因为他嫂嫂也不是故意要这样啊，他的原生家庭就是这样。所以呢，这个分别三个树跟生命树，我们就是要学习离开这个分别三个树的世界，进到生命树的世界。好，那接下来呢就。讲快一点了哈，好，所以神说我是爱，对不对？我是爱，你们要我爱你们，你们要仿效我，然后呢，你们也要去爱别人，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就是要向神来学习这个爱那这个很重要的一个，不管在亲子之间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在家庭，这个爱之语很重要。那每一个人的爱之语都不一样。有的人呢是喜欢说你要送我实质的礼物，有的人呢我只需要你对我讲一句很甜蜜的话，我就满足。每一个人的爱之语都不一样，每个人的需求不一样好，那我们就讲一下这个爱之语爱之语，第一个说肯定赞美的话，这个跟你们的目标又一样，对不对？说好话，做好话是不是？说肯定赞美的话不管对神、对家人、对自己，你都要说赞美的话
多说赞美的话，特别是做先生的要常常去赞美你的孩子，赞美你的妻子。以前我在学校上班的时候，曾经有一个校长因为他看到我先生每天都要来接送我，骑摩托车来接送我，所以他就跟他讲说：“哎，赖牧师啊，他偶尔让他走路好不好？他太胖了。”校长直接这样很气嘛，他直接这样讲。结果我听到我先生怎么跟校长讲，你知道吗？不呀，校长，我觉得他刚刚好。他说：“我觉得他刚刚好啊。”他说：“多1分则太肥，减1分则太瘦。”他去讲的这句话的时候，我心里其实那时候也没现在这么胖那时候可是心里就会觉得很舒服，说你帮我讲话说没有他刚刚好这样然后心里纵然不是真的，但是心里还是会很舒服就说先生帮我讲话这样，所以我们要常常去肯定我们对方，肯定你的先生，肯定你的太太，肯定你的爸爸妈妈，肯定你的孩子说赞美的话。然后第二个呢是给有品质的时间，这个是现在我们最要学习的，因为我们花太多时间在手机、电视，很多我知道我身边很多年轻的妈妈很喜欢追剧。追剧的时候，就是看那个韩剧啊什么什么。追剧的时候，孩子如果一直吵着你的时候，你的心情就会不好，就会说不要吵啦，不然的话就是塞什么东西，或者甚至有另外一个平板也给他然后爸爸妈妈也一样，现在很多你去餐厅吃饭，坐在那边等餐的时候，全家都在那边滑手机所以呢，这个给精心的有品质的时间是我们现在学习的，也就是精心的时刻。精心的时刻，纵然说大家都很忙，5分钟也好，10分钟也好，10分钟也好，我们全家坐下来聊聊天，特别是夫妻如果夫妻你能够在睡觉之前5分钟也好，分享一下你今天的感受，这个给5分钟也好，不长，但是这个5分钟不是说好太太讲，先生说好，手在滑手机，这个就不是精心时刻了好，第3个呢是送对方要的礼物，也就是说，你如果跟你的先生太太关系非常好的话，你就会知道他现在需要什么现在需要什么，我就送他那个礼物那今天如果你送的是那就不需要，我已经很多了我们兄弟姐妹呢我的孙女我常常就是我身边的朋友也是送他们，常常送铅笔盒，他那边的姑姑也是送铅笔盒，所以当他们儿童节收到还是铅笔盒的时候，他就说我们已经有很多了呢，所以都放在我家山上的家这个就不是他想要的礼物所以我们要送呢是送对方要的礼物讲到这里，我就会想到上个礼拜1，我大女儿跟女婿回去山上，然后我们就去逛了迪卡侬，一个体育用品社，然后那边也有卖衣服啊之类的。然后我女婿呢，他就先去 Costco， 他就逛，他看到了，他可能现在需要一条长裤，所以他说他逛了很久，然后试穿了很久，他想买一条长裤。结果要去结账的时候不能结，因为那个卡是我女儿的。Costco 是要你本人你才能够结账，所以他好不容易又放回去，他就来迪卡侬找我们。他就看到说，那边有一个类似我刚刚看的那个裤子，所以他马上就来跟我女儿说，你要不要送我一条长裤啊？我看到那边我看了很久在 Costco 不能买啊。他说这里有一条裤子我想买一条长裤。结果我女儿一去看，990，他就觉得说，这个价钱不太美丽然后他就跟他讲说，你不是缺内裤吗？那边有内裤，因为内裤一件100块。他说你不是缺内裤吗？去那边买内裤。结果我女婿就说，不是啊，我真的缺一条长裤可是我女儿就坚持，就说她觉得那个990太贵了，所
所以他就说，哎，我觉得那个价钱不太美丽耶，你要不要去找内裤就好这样。所以我想到的时候，当然女婿最后还是买长裤啊，但是我就会想到，就说送礼物就要送他需要的东西，而不是说便宜就好啊。好，再来呢，做什么呢？做正确的服务，做准确的服务。今天你的先生或太太回来了，很累，可能就这样的时候，这个时候如果你去帮他按摩，他就会觉得说，哇，好舒服哦，好舒服哦，或者是他很想睡觉的时候，你就跟他讲说，哎，来，我煮饭了，你来吃。很想睡觉的时候，他根本就不想吃饭，就是说你要做，你要服务他，你要看好他需要的，这个时候需要什么服务，我就做那样的服务啊。好，再来呢，接触就是拥抱或者是亲嘴，这是夫妻之间。其实我刚刚讲的那个拥抱是什么？是零距离，我跟你已经没什么距离。我们紧紧的拥抱在一起，是我跟你是一体的，我们同在。其实拥抱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可能刚开始还没结婚的时候就很喜欢抱着他，可是结婚了之后就会觉得说慢慢就是有点要干嘛嘛，老夫老妻还抱，其实真的很重要，还是要抱。小孩子也喜欢爸爸妈妈抱抱所以这个就是爱之语。这个爱之语呢，希望我们能够放在心里，然后呢，去慢慢的再去回味一下那个幸福的味道好，然后再来呢，我们再看就是沟通的部分。这个爱呢，它还有更深的一层，爱的晋升你结婚了之后呢，你看看你自己，你现在跟你的另一半，在沟通上，你们停留在哪一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就像路人一样打招呼，看到没有？好，叔叔好，我们都是这样在路上打招呼的时候，好，我说这什么就打招呼，你跟你夫妻到现在是不是现在变成是这样？就说哎，我很好，你呢？你好吗？就是只是一个客套话，打招呼而已，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呢是做报告，做报告呢就是好像就像那个在公司里面汇报一样。今天去学校送你儿子的时候，老师说他昨天在学校怎么样，就是这样报告式的，就是今天发生的，就这样。那先生也是，今天我公司来了一个人，来了一个新人，那个新人然后长得还不错，然后就是一个汇报而已。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进步了一点有思想的对话，会去表达自己意见呢。我觉得今天我公司来的那个新人我觉得他长得有点像你然后个性好像什么，有一点点表达自己的想法了。这是第三阶段第四个阶段呢，是有更进步了，有情感的对话。那个黄色的部分写什么？我看不到。就有了进入到感觉就是你可以说可以告诉他我的感受那回来的时候，你太太如果叫你吃饭的时候，你就说，我觉得我有一点累，我可不可以先躺个10分钟？你会表达，你会把你里面我感觉我有一点累，我先休息10分钟，等一下我再起来吃。你会把你里面的话说出来，会有一些情感的话，或者是你太太就会说，是不是今天比较忙我看我觉得你好像很累的样子，进步了，对不对？然后最后一个呢是什么呢？是用关爱的真实的对话，这个就叫做沟通的高峰。前面一个第4个呢，我们可能还会有一点，就是我怕我太太会很难过。其实我今天可能在公司里面我有被上司骂，但是我不告诉我太太，因为我怕她会难过。我做什么我只跟她讲说我想睡一下。你不会去把真实的里面的话告诉你的老婆这样。或是告诉你的另一半，
但是这最后一个呢是什么呢？是有关爱的，是真实的，真实的。你就告诉他说，我现在里面的想法是什么，我的感受是什么，然后我希望你怎么样，我希望得到你的什么，这个是最深的一个，就是已经是我跟你呢是坦白的，没有什么隐藏的，这是最高的一个沟通的高峰那你就看一下这个5个层次，我跟我太太。现在我跟我先生，我跟我的另一半，或是我跟我的家人，甚至于我跟我教会的弟兄姐妹，我的沟通常常是在哪一个？如果一直停留在第一个的话，那就是我们都是路人甲、路人乙了所以呢，神就是爱，我们就要学习看你的沟通你是在哪一个层次？如果我可以进到第4。第5，哇，那就是感谢主感谢主，我们活在那个生命树的世界里面好，这是爱的晋升沟通的5个层次。好，再来呢，我们如果要让我们的婚姻可以长长久久，这个沟通的能力非常的重要，非常的重要沟通的能力很重要。那我们要沟通什么？要沟通什么？什么时候沟通？好，我征求一对有没有一对夫妻愿意来前面表演一下？有没有一对夫妻有礼物哦？有没有没有吗？有没有一对夫妻愿意来到前面？没有，那礼物就是我的喽，是这个啦，在里面，没有，没有，好，没有，好，长老，我处理你私会了。来，礼物我一定给你。好，长老在那边。好。如果我们现在是假如了夫妻关系，太太不要生气好，现在我要把这是之间有的是我心爱的，别人给我的嘛，这原住民的那个布料有的好，我们沟通这个就像我要讲的一句话我要告诉他看他怎么样接到呢？好，来，接住，好，你给我。你不要只记得说我们丢铅笔盒，你
你要知道的就是说，沟通的时候啊，沟通的时候呢，我们要沟通什么？沟通什么？好，什么时候沟通？如果我跟他现在我跟另外一半是背对背，我们关系我们正在很生气的时候，要不要沟通？要不要沟通？正在生气的时候，暂时先安静一下，暂时先安静，因为你正在心情不好、情绪很高涨的时候，你来沟通一定是吵架，绝对没有好结果。哦，就像刚才一样，他一定接不到嘛，我们现在都背对背啊，那就不要讲了。哦，所以呢，我们要沟通什么呢？我们要记得的是，说的多不如说的好。你讲太多，他一句都听不到。我的孙女啊，5岁嘛你们阿美族的娃娃5岁，如果她不乖，我就跟她讲的时候，她会跟我讲什么？听不到，听不到。她就会直接跟我讲听不到，听不到，我听不到。大人也是这样，他只是没有不做。大人也是他不想听。如果这个太太天天就在那边叨，你看你的袜子又给我放这里，你看我的报纸怎么又这样乱丢，然后呢就一直这样讲的时候，我告诉你，那个先生他的耳朵是关起来的，他心里的耳朵也关起来了，根本就不想听。那请问一下，他会进步吗？他会改变吗？根本就不会根本就不会改变。所以呢，刚刚我们就是我们刚演的那个就是我要讲的就是这个。我们要说的太多没有用，不如说的好。我要讲好的，我就讲赞美我另外一半，我肯定他，我说好的那说好的，如果他真的常常把袜子塞到那个沙发椅里面，看的报纸也到处乱丢的时候呢，你要讲这件事情之前，你先看他一个好的。然后就说我觉得你今天你怎么样这样，都是讲好的。最后呢，如果你回来把纸直接放到洗衣篮里面，不要塞到沙发椅里面，可能会更好这样先生会比较舒服，另外一半会比较舒服。你一讲开始你知道我今天家里多累吗？然后开始讲，先生的心那个耳朵是关掉的然后再来就是要坦白。要坦白，彼此坦诚，才不会有事情。但是后面为什么又有一个说不如留点余地？这个其实夫妻沟通有的时候每个人都会有一点点的秘密，虽然我们坦白，但是如果这句话我对他讲，可能对他不是很好。例如说在教会在教会，我怎么无意间听到有妇女在讲我先生的不好那这个部分你要不要回去跟你先生讲？这就不要讲了嘛。他讲你先生的不好，那你回去，如果你今天听到那个妇女他们在聊天他们说你怎样，这先生会不会生气？一定会生气嘛。如果你听到的是不会造就我另外一半的这件事情，就不要讲。你就为他祷告。如果我先生真的是这样，我太太真的是这样，我就为他祷告。要有点余地是怎么样呢？我的大女儿、大女婿因为女婿不希望孩子吃冰的东西，吃冰的东西。可是我女儿就很喜欢挑战。她有时候出去的时候，那个麦当劳的那个什么冰10块钱嘛。她有时候下课去接小孩子，就跳到麦当劳就给他们吃冰。那你回来你就不要讲嘛，你不要讲说我刚有给孩子吃冰，对不对？你们一定会吵啊。可是他就是很故意的，很故意的回来了之后就说，我刚有那3个我带他们去吃冰，就这样讲然后女婿就说，你每次都这样的，那孩子感冒的时候你又怎么样呢？就会有一些的沟通不良所以有一些要保留，我们就保留好，再来呢，什么时候沟通呢？什么时候沟通？刚刚我们讲的心平气和的时候，等我们都没有负面情绪，我们再来沟通。就像我们刚才演的那个距离近一点，我讲出去的话你才听得懂。
好，你才会明白我要说的话。当我们背对背冷战的时候，真的不要沟通。好，然后呢，要怎么样沟通呢？那我们要怎么样沟通呢？其实有一句话叫做“倾听就是爱”，也有一本书如果喜欢看书的人，可以去买这本书，薄薄的一本，“倾听就是爱”。也就是说呢，如果我不太会讲话，没关系。当你的另一半在讲话的时候呢，我就很专注的看他，这个叫倾听，我就听他慢慢的讲。在教会这个也很重要我记得我刚来梅花教会的时候，牧师在报告的时候有的长老就会直接，有一个长老就会直接讲，我就觉得说有长老可以这样子就是你还没有听完牧师要讲的话，那我们夫妻之前在家里也是一样，他还没有讲完，他才讲到一半的时候，你马上把他的话打断，我就加上我自己的想法，我就反过去，这是不对，就是倾听，我就先听另一半他在讲话，我就先听，把他的话全部让他讲完之后呢，我也接纳他讲的这件事情，然后你可以反问，就说你的意思是，你刚刚讲的是这样吗？因为或许有的时候我们的认知不同，他这样讲，然后我就说你怎么可以这样讲或做什么？其实那个人的意思不是这个，他不是要讲这件事情，所以你可以澄清就是你问他一下，你刚刚的意思是这样吗？如果他说对的时候，然后你就开始再加你的意见。如果说不是啦，我要讲的是说什么这样，就是要澄清。然后再来就是运用以我开头的语言，我觉得怎么样，或是我希望，这个我去国中我都会教孩子，因为有的时候现在小孩子青少年最喜欢就是没事，你问他，你今天怎么了，或者什么没事，明明他里面是有事，他会告诉你我没事，所以我就会带着这些年轻人练习去表达自己里面的话，所以我心里面的感受，所以我会带他们做一个我讯息的这个练习，就是说先讲一个事件，然后就说因为什么，然后我感到很难过，或者是完整的一句是这样，我今天我被你要求要做到这件事情，我很难过，为了这件事我很难过，因为我并不想做这件事情，我希望你能够了解我。或者是小孩子被爸爸妈妈误会了，他就说，当爸爸妈妈误会我的时候，我心里很难过，或是我很生气，我希望你能够先听我解释，就是这样，就是把你里面我希望你怎么样，我需要你的关心，我需要你的体谅，或做什么这样，夫妻之间也是还是要有这样把里面的感受说出来好，然后再来一个就是表里如一，表里是要合一的，你里面在想什么你就说什么，不要里面想的跟说的是不一样的，这是我们要学习的。然后最后呢就是一个提醒最后一个提醒就是说，影响夫妻的7种障碍，沟通的障碍这个是你自己看你自己容易犯的是哪一个？我大概带过去第一个是闷葫芦型，闷葫芦型其实他认为呢是我为他好这个先生呢可能要失业了，他可能要被裁员了，然后呢他就担心可是又不想让太太怎么样去担心这件事情，说先生不工作我就没钱了，所以呢这先生不愿意讲，可是他在家里呢处处就怎么样，就会觉得他看太太平常呢可能3菜1汤，今天太太3菜1汤，他就说你可不可以省一点2菜1汤就好了啦或者是太太洗衣服了就说
啊，或这样，其实他里面是什么？他在担心，他要被裁员了，将来他会没钱了，没有工，没有钱，所以他希望太太能够省一点。可是他并没有跟太太讲原因，那太太就觉得说，干嘛？你怎么这么省啊？哦，就不知道他这个就是先生就是属于闷葫芦型，他就是不讲。为了不伤和气，为了我不要让你担心，然后我就委屈我自己。哦，这个闷葫芦型，这个久了之后，那个火山会爆发。哦，那个什么水库，它也会有泄洪的时候。哦，满了之后就会泄洪，就是火山爆发，就大骂了哈。然后再来呢，第二个是指责型，这个指责型就是什么呢？我们夫妻两个人的沟通方式大概都是抱怨啊、批评啊、命令啊，很多这样的哈。在我身边的也有很多那种命令式的。如果孩子要什么，如果孩子来跟妈妈说：“妈妈，我想要拿一下什么什么”，他马上就叫他老公说：“哎，老公啊，去拿，你孩子要什么？”这就是命令式的。好，命令都是叫别人做什么。还有一个就是一直唠叨。现在唠叨不是只有做太太的，现在也有男生很爱唠叨，就一直像机关枪一直讲，也有。其实唠叨型、指责型这个，指责型这个也是会伤到我们夫妻的关系。然后再来一点是猜忌型，就会疑心病啊。我以前曾经遇过，也是我们教会的一对夫妻，我们要找他太太去下午喝一点下午茶。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跟他一样一起提心吊胆的，因为呢，他先生开公车，中间休息可能20分钟，或是没有出车的时候，他先生就会骑摩托车回来看家太太有没有在家。所以我下午茶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在他住家附近，而且还一定要看马路，他先生有没有来呀？他先生有没有来？有来的说，哎，赶快去，你先生来了，赶快去这样。这个叫做猜忌型。猜忌型就是说，哎，我不在的时候，太太是不是去哪里，工作什么这样？那太太对先生可能也有这样猜忌，他在外面，他今天怎么那么慢？是不是去哪里？是不是有小三在，或做什么？这个叫做猜忌，猜忌型。然后还有一个呢是双重信息，就是一面戴假面具，一面混淆不清。这个是什么？其实我们常常生活中常有。如果太太来问你说：“哎，我跟你讲，我们要不要去跟神？就是例如做一件事情要做决定的时候，太太不太敢自己决定，就要问先生的意思这样。然后先生马上就说：‘哎，你自己做决定就好了，不必问我。你自己做决定就好了，不要问我。’那未来如果这个决定出事的时候，你看吧，谁叫你要做这件事？因为呢，先生不敢做决定，是因为呢，万一出事情的时候呢，你又会说，对啊，你也答应嘛，所以这个就叫做什么呢？就是他就是其实他里面的是不愿意你，可是他又不敢直接对你那个，他就说不用问我了，你自己决定就好了。结果未来出事的时候，你看吧，就这样，就是这种双重信息。然后再来是虚伪的沟通，然后这个就是什么呢？就是你正在跟他讲话的时候，其实他的心是不在的，然后太太可能跟他讲这件事情，可是他没有深入到里面，他可以说他就是表面的好，其实我都不知道你在讲什么，这叫做虚伪的沟通。然后再来是固执己见，这就是自我中心，就是凡事都要以我的标准为主。如果夫妻之间有什么要沟通的时候，他觉得不合他的标准的时候，就说不行，这个不行，那个不行，或者那是自我中心然后最后一个是低估自我价值，这个是在原住民的社会里面，我们比较容易就是觉得自己说，我什么都不会，没关系，好，就是都是听先生的，从来不去表示自己的意见，这个叫做低估自我的价值。这7种，7种是会影响，这是7个障碍，是会影响我们夫妻之间的一个沟通好，
好，讲了这么多啊，最后我要讲的就是说，刚刚我们读的那一段经文，约翰福音10章10节，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这个意思就是说其实这个撒旦就像这个疫情也一样嘛然后像我们呢就怎么样弄得很惧怕在我们生活的这个环境当中，其实撒旦一直要我们怎么样生活在这个分别三个数的世界里面。但是神的心意是说，我要你在生命树的这个世界里面我要你在这里这样。但是这个撒旦呢，他就怎么样？他要来偷窃我们、杀害我们、毁坏我们但是耶稣说什么？我们就抓住后面那一句话。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就像我的阿爸天父创造你们的时候，创造的都是什么？甚好的，一切都是美好的一切都是美好的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我们最近我们的这个大环境，特别是这个对家庭的同性婚姻什么类似这些的。”对我们的大家，对我们这个家庭呢，它是一直在怎么样毁坏？因为毁坏家庭，撒旦毁坏这个家庭，我们这个整个社会就会怎么样？就不好了。但是神的心意不是这样，神的心意呢，它是要怎么样呢？它要让我们的价值体系是活在这个生命树里面。活在生命树，也就是说，我们用神的标准来看我的另一半，我用神的标准来看我周边的人，用神的标准来看我的家庭神是一直在恢复这个家庭那撒旦呢是一直破坏。所以呢，如果我今天我是紧紧的连于神，我就会在这个生命树的这个世界里面。在生命树的世界里面，所以在启示录22章1到2节，这里面有讲到说，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在河的这边跟河的那边有生命树，它结了12样果子，每个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能够医治万民。也就是今天不管我的家庭遇到什么问题，我要来到这个生命树的世界里面，我要来到生命树底下，因为这生命树呢有生命水从我们羔羊的宝座这样流出来，它在滋润的这个滋养这个生命树。所以我们在这个生命树底下呢，我就会学习用神的爱去看每一件事情，但愿我们每一个在座的弟兄姐妹，我们的家真的是能够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家庭。我们跟我们另一半的相处，真的是能够像神创造那个亚当夏娃一样，就说因为亚当独居不好，所以他就造了一个夏娃，然后呢，可以在这个伊甸园里面呢，他们可以生活得很好。好，那我们现在呢，我们就为几件事情祷告。第一件事情呢，就是说今天所听到的信息，纵然对你呢只有一句话可以有感动到我的心，我就献上感恩。为我们今天我所领受的哪一句话，你可以对跟神说，我们一起来做一个感恩的祷告。好，一起祷告，请。哈利路亚，感谢你们，赞美你主耶稣。主啊，我们相信今天这个时刻，主啊，是的，主你圣灵就在我们的当中。主啊，今天我们所听到的信息，主啊，我们真的能够放在我们里面，让我们时时能够坚定我们自己，紧紧的与你相连。我们能够生活在生命树的世界里面，我们不要有任何的
你的家庭是处在什么样的状况当中，我们不要失望啊，我们不要失望，不管是夫妻的关系、亲子的关系，或是我们家庭的财务的问题，我们单单交在主手里，让神来掌权啊，放心的交给神。我们一起为我们的家庭守望，我们一起祷告。哈利路亚！是的，主耶稣，主啊，家庭是你所设立的，婚姻是你所设立的，主啊，因为你所设立的，主啊，你的爱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被爱，我们也学习接受我们的爱。是的，主耶稣，求你赏赐我们的恩赐的能力，主是的，谢谢主耶稣，主的耶稣。第三个，我们为我们自己的人际关系，特别是教会的同工长职为我们人与人之间相处人际关系，还有我的价值观、我的价值体系，我是不是连于这个生命树？为我们自己的人际关系，如果我跟人的相处有一些的破口的话，我也来到神的面前，求神来赦免我们的罪过，让我们学习我们的价值体系是连于生命树。我们一起做为自己的人际关系来祷告。哈利路亚！主啊，是的，主耶稣，我们人是有限的，我们是软弱的。主啊，是的，主耶稣，我们常常也被这个世界所搅扰，以至于主啊，是的，我们很多的价值观，我们都已经活在这个分别善恶树的世界里面，以至于我们跟人的相处会有一些的问题。我们常常用我们的想法来要求别人要跟我们一样。主啊，求你来赦免我们的罪过，帮助我们不管在家庭、在教会、在我们的职场上，我们的价值体系，我们是连于生命树，让我们能够连于你单单印记在主你的身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祷告奉我的圣名求。亲爱的天父，我们再感谢你，谢谢你，主啊，你爱我们，因为你就是那爱。你要让我们学习，当我们被神爱之后，这个爱我们也要去跟人家彼此相爱。我们谢谢你，主耶稣，你是我们这生命树，主啊，你的生命水从你羔羊的宝座流出来，你滋润了这生命树。主啊，是的，主，我们也愿意来学习，让我们的价值体系是能够在生命树的一个世界里面，我们的眼目单单定睛在主你的身上，让我们的眼光是学习用你的眼光来看每一件事情，以至于我们在与家人的相处，我们亲子的关系、夫妻的关系，以及在教会我们人际的关系，主耶稣，我们都有一个很好的见证。主啊，谢谢你，主耶稣，我们愿意伏在主你的脚前，时时的来支取你属天来的一个智慧，让我们知道在每一天当中，我们要如何活出属神心意的一个生活，做一个美好的见证。我们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对，我们的师母身上所寻到夫妻落在神面前，做好儿女，接着夫妻大大受，接下来奉献。
你说把那那个我来说，我就知道完了，我来那个妈妈，这个在那个我的大家可以我大那个我来说，妈，ini yo kai sa ko no sa ka ka ila ko paras ila ko runai kasama ko yang tu ini rumah ini kata jalan mau disokong pakai yang kono kanan yang kono dicetak kanan，是的，主耶稣，你要谢谢你，你赏赐这样子的恩赐在我们当中，让我们成立这个家庭。或许我在这个家庭当中有许多不足，以及有许多要努力的地方，我求主耶稣，你在常与我们同在，也保守每个弟兄姐妹，无论是做父母的。做子女的，甚至做阿公阿妈的，能够以你的爱为中心，来建立这样子一个爱的家庭。是的，主耶稣，在家庭当中能够成立一个这样的基督的家庭，也是你有蒙福的。也保守每个弟兄姐妹在这样的光景当中，来彼此的激励，来彼此的学习。比如说，我们更把我们劳碌所得，再次仰望恭敬在你手里。你看过我们奉献。的金钱在教会的施工，在许多的这样子的福音的工作上面，来纪念更保守服侍的弟兄姐妹，无论是出钱、出力，甚至献功献心的，主啊，都一来纪念有看顾没有办法来到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也看顾他们的身心灵，也保守他们身心灵，好让我们来在一起，这样子来荣耀你的名，我们这样子的奉献、感谢、祷告。说到主耶稣名求，阿门。圣母荣。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在座的每一个人及我们每一个家庭同在，直到永永远远。阿门。怎么样？感谢神，我们再一次请我们高老师哈，我们再次站立，感谢神今天所分享的信息，谢谢，加油，可以继续的，感谢神今天因为哈，天天都时时刻刻都与我们同在。来，跟他去报告。各位弟兄姐妹平安。这里有2件事情要报告。第一件事情就是6月13号，我们的中会有办一个精油 DIY。那我们欢迎有兴趣的妇女
加联合诗班的哈，叶丽敏，欢迎你们哈，一起来参与。然后弟兄姐妹也欢迎你们有兴趣的一起留下来练诗，谢谢。然后，好，注意到，好不？好，机会，说来，我们站立唱平安，这边。